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 Hello， 我爱老你睇書少解麼？麻烦你，我看唔是当辈嘅中文诗，请问呢度系乜嘅口妹？倆盤湯係貝五口妹，碰順係肉布口妹，雞渣係醬菜口妹。看起來當好食。這個請問呢度漢堡有幾多種呢？做壽司係豬肉漢堡，煎片係雞肉漢堡。該愛一隻豬肉漢堡，你係來推薦乜嘅不愛呢？你就得看住下，我哋將新出新式嘅麵包都受歡迎。看起來很正，又按到好鮮。當輩係起司口妹，下輩係鳳頭口妹。我買了隻起司口妹嘅麵包。好啊，你看兩片含有叉入卵、番薯餅，當讓買嘅人氣都當旺哦。看起來當好食樣。兩道餅全都有特色。該我來買了包餅，請問你都有乾了裝嘅礦產水嗎？有，我到兩杯有冇餅嘅，或者餅糕嘅礦產水。該我拿一罐冇餅嘅礦產水。我到大家住個麼？我到兩下天意見有六隻油太。好，我就買了條東西。好啊，請到開台結賬。想這個讓你買加一杯咖啡。咖啡乃會多少？我少介你啉茶用吧。想你講，飯後一杯茶，我是買肉噶，茶對身體都好呢。該就攞一罐茶，有台灣咖啡嗎？有啊，都有名呢。請問我啉餅嘅，還係少介呢？少介。中杯還係大杯呢？中杯就好。好，一杯中杯台灣少咖啡，我讓你加到湯麼？請你能愛本包湯愛好麼？冇問題。你愛品嘗台灣嘅番薯麼？當香當 Q 哦。您講番薯係質薄，鬆食身體好。好，麻煩你。我加買一張台有麼？好啊。安樣總共係190元，小你200口，早你10口，別係你嘅發票。請啲順頭對住下，你嘅師傅老咖啡，眼皮就暖少了。好。別係你暖少嘅豬肉漢堡、起司麵包、老中杯嘅台灣燒咖啡，還有番薯、凍燒，我食你哦。希望你唔是客氣。什麼講呢？請順行。